Hello，大家好。話琴晚抽少少時間，即刻睇咗呢個米奇17號啊。我見有兩部戲我都打算睇嘅，一個就係看我今天怎麼說，同埋米奇17號。唔好意思啦，即係我都揀咗米奇17號先啦，因為我對馮俊浩導演係比較覺得有吸引力啲嘅。如果唔係佢執導嘅話呢，咁我未必會睇呢套戲添嘅。我就唔係男主角阿姜絲仔嘅 fans 嚟嘅，佢部蝙蝠俠呢，我睇咗一半呢，我掉低咗啦，因為實在太悶啦。韓國導演馮俊浩上部作品係《上流寄生族》喎，佢所有執導嘅作品呢，我就未睇晒啦，淨係睇咗《殺人回憶》、《上流寄生族》同埋呢一部《米奇17號》。咁之後會睇埋佢其他嘅戲啦。今部戲睇完呢，我唔覺得話有好大嘅驚喜。由於《上流寄生族》太成功啦，咁我抱住呢個期望去入場呢，就難免今次有少少失望嘅。導演揀咗呢個科幻題材嚟改編呢，因為喺荷里活嘅制度下，你揀題材嚟拍呢，比較穩陣嘅就係你一係拍遠古嘅題材，一係你拍科幻嘅題材嘅啫。現代片你只能夠拍啲文藝輕喜劇嘅啫嘛。一個咁叻嘅導演又點會想拍一部平庸嘅作品呢？絕大部分嘅導演都唔會放過一個咁好嘅機會啦，因為能夠拍到荷里活片，你能夠世界發行，全世界都認識呢個導演啦，咁你知名度大升啦。亞洲導演拍荷里活片呢，係好少能夠做到超越自己嘅舊作嘅。我睇完米奇17號呢，我就覺得我未盡興咯，令我諗翻起李安導演上一部戲《雙子殺手》，最後就翻去荷里活式嘅純娛樂嘅方向咯。好多觀眾睇完米奇17號呢，都會有個疑問嘅，即係覺得個主角不停死，又不停去打印翻一個新嘅生命出嚟。好多同僚都會問死係咩感覺㗎？但係佢喺套戲又冇解釋到嘅。咁究竟佢有冇死嗰個記憶嘅呢？睇套戲裏邊佢應該有嘅，因為每次喺佢瀕死，喺佢死之前，佢都會記翻佢女友係點樣關懷佢噶嘛。佢死嗰刻之前，俾人掉落個窿度，佢係記得噶嘛。咁佢每一次嘅生命去到邊一個位置就停低，冇再記低落嚟呢？其實呢個係重要嘅，因為每次佢嘅記憶有 backup 噶嘛。既然佢係有 backup 嘅，有備份嘅，即係話佢係可以消除佢某部分嘅記憶啦。咁點解要令佢記翻之前嗰16次嘅記憶入去呢？既然嗰樣嘢令佢咁痛苦，每次都係新嘅，重新玩過 reset 過，咁咪得咯。同埋你 print 嗰個人出嚟，你都係無非想佢做白老鼠，考察下呢個新嘅星球嘅環境啊嘛，留低佢嘅過往記憶。咁佢嘅過往記憶係咪可以集合成一啲新嘅數據嚟幫到班科學家做研究？定係其實個故仔係想講，因為佢冇刪除佢過往16次嘅記憶啊，令到其實佢每次嘅性格都會不停咁轉變，去到第18次啦，所以就已經變到好暴躁啦個人。終歸佢有一次佢承受唔到啦，係咪咁啊？因為好多情節咧，佢開咗個頭，但係又冇發展落去，有少少影響咗我嘅追看性嘅。加上飾演反派嗰兩位夫婦啦，導演咧就將呢兩個角色就處理得好戲劇化，有啲喜感添嘅。我就冇睇原著個小說嘅，原著好似係冇嗰個太太嘅角色嘅，只係得 Marshall 呢個角色。我就對呢個終極大反派嘅處理呢，我覺得唔係好恰當，因為我覺得佢過於低能。既然佢有能力送咁多人去第二個星球，咁其實佢對科技一定認知嘅。而家佢就似一個財主，一個獨裁者。個角色嘅結尾，其實我最唔滿意嘅就係佢只係做一個好典型嘅壞蛋。既然佢有咁嘅財力、權力，佢一定相信自己嘅科技啊嘛。去到結尾呢，佢要面對一大堆嘅外星物種 Creepers 嘅時候，佢連個翻譯機都唔相信，唔相信自己嘅部下，只係一個獨裁嘅自戀狂。個古仔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發揮嘅，相信將來嘅技術就係應該每個人都可以保留自己嘅記憶，而呢啲記憶亦都可以放喺一個載體上面噶嘛。咁複製人嘅技術真係成熟嘅時候，人係可以永生噶，因為你嘅身體係不斷變化噶嘛。琴日嘅你都唔係你今日嘅你啦，不停嘅新陳代謝。7年前嘅你同今日嘅你，你嘅體質細胞係唔同咗嘅，你保留到嘅就係你嘅記憶咯。咁如果有一個罪犯，佢死咗噶啦，佢記憶保留咗喺度，
然後就將佢放喺另一個新嘅複製人上面，咁佢係咪依然係一個罪犯呢？個複製人嘅眼球、手指毛都唔同晒噶啦，已經唔係同一個人嚟噶啦。或者某一個人，譬如我啦，咁我被人複製咗出嚟，但係佢放咗另一個人嘅記憶入去，咁嗰個人仲係咪我呢？其實好多嘅可能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道德或者批判嘅角度可以去探討。咁但係呢部戲咁，其實佢究竟想講啲乜嘅呢？我就唔打算劇透啦。咁但係如果純娛樂嚟講呢，我就不能被滿足㗎。睇嘅過程當中，我唔算十分興奮啦，因為男主角不斷複製，咁死咗冇乜所謂噶嘛，你唔會緊張噶嘛。頭半部戲呢就冇咩驚喜，一去到17號未死，翻去自己嘅基地見翻18號嘅時候呢，就開始入戲啦。接住落去啲劇情一氣呵成，兩個複製人決定共存，就更加引人入勝啦。但係去到結尾呢，只係講點樣解決嗰個外星物種問題。呢段我唔劇透太多啦，不過我就咁諗，既然佢哋可以複製人，而死咗嗰隻外星物種，咁其實佢哋都可以複製翻出嚟還翻俾人噶嘛，咁樣就可以保留翻嗰個複製技術個價值。因為咁做嘅話呢，觀眾就會再諗深一層，究竟呢個技術應唔應該保留落去呢？而家就純粹消滅咗就算啦，結局就變翻一個俗套嘅故事咯。嗱，我唔知咁樣改法好唔好啊？我睇完套戲唔太滿足，係因為佢好多情節係好好發揮嘅，而家就 bling bling 咁就收場。嗱，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啊，不過題外話嚟嘅，我覺得可以咁樣試一試，即係香港都可以試一樣嘢嘅，搞一啲試影場，咁啊請一啲觀眾嚟去睇戲啦，咁然後俾啲評語啦，但係佢睇嘅過程當中呢，佢係有啲儀器放喺你嘅身體度呢，去計算你嘅心跳啊，你嘅排汗啊，你一切嘅感官反應。嗱，呢啲已經係好舊嘅科技嚟噶啦，好普遍，通常用喺醫學上嘅。但我覺得不妨真係可以搞啲試影場嘅，嗰啲儀器咧就夾住你嘅手指，咁個觀眾一路睇套戲咧，就一路顯示佢嘅心跳脈搏啊、出汗啊，咁啊計算佢嘅興奮度，有時跌到幾低，有時飆到好高，咁啊知道嗰部戲係咪可以睇到人熱血沸騰咯？唔知以前有冇人試過啦，咁但係我覺得幾有趣嘅呢件事。好，講翻正題先。Elon Musk 都講過，要實現永生係可以做得到，何況佢已經將自己啲記憶儲存咗落嚟啦。加上人體可以複製嘅時候，唔知將來佢係咪想喺火星實現呢一樣嘢啦？米奇17號好似有少少影射而家呢一個現實。咁部戲我都覺得有欣賞嘅地方嘅，導演我覺得佢好叻嘅，佢運鏡好圓熟啦，佢好識得捕捉觀眾想睇到嘅畫面。部戲結尾有一個畫面，我覺得唔錯嘅，就係個女大反派叫阿男主角舐下地下嗰滴血，試下佢嘅醬汁好唔好味咁樣嗰度。咁佢前面有部打印機噶嘛，有1秒嘅鏡頭就睇到打印機打印出嚟嗰個半截嗰個人嗰個 shot。個女嘅就同男主角講：你都係唔好試我嘅醬汁啦，你睇下呢個複製人，佢個腎仲靚過你啊！就係嗰1秒。因為你睇到打印嗰個中途嘅過程啊嘛，如果係其他人拍呢，有可能就好簡單處理啦，有個真人咁線出嚟就當打印咗啦。咁而家導演就好好啦，加翻呢個畫面落去，有少少交代都好啊。我諗緊嗰1秒嘅畫面，如果喺早啲出現，即係打印男主角嗰陣時候已經出現嗰1秒嘅畫面啦，會唔會個說服力會強啲呢？嗱，近20年嘅韓國電影，韓國嘅製作人都幾乎領先亞洲啦。米奇17號呢個題材呢，我有時會諗啊，如果鄭保瑞拍會點呢？好似幾啱佢拍喎呢個題材。而家佢呢部戲2個鐘頭多啲，137分鐘啊，睇完又好似覺得冇乜必要咁長咯。戲裏面一啲嘅枝節啊，一啲嘅素材啊，冇用到盡。譬如佢裏面嘅毒品係點嚟呢？點樣又可以推動到個劇情呢？好多呢啲細節呢，就令到我嘅注意力不停咁分散。漫長嘅2小時咧，我就喺度等緊個導演又點樣去扭橋嘅啫。導演好似好貪心，咩都想講咁樣。但係大家都對導演好有期望噶嘛。上流寄生族實在太成功啦，認為導演有能力將一啲有深度嘅、令人有啟發性嘅話題，亦都有豐富嘅娛樂性，兩者兼備得好好。呢個新作呢，但係我就覺得未盡興咯。
唔知大家又點睇呢？有同事問我哪吒2好睇啲定米奇好睇啲？咁兩套好唔同戲種嘅戲嚟嘅。哪吒容易消化嘅，角色係討好觀眾嘅，一定多啲人中意噶啦。OK，今集講住咁多先啦，下次再見，拜拜。